来哟，扑个声个水了，耶！但是你敢知影啥哪爱拍扑啊？当然嘛唔知啊，你唔知你个底下拍到有影无食呢？真正是昏倒我。哦哟，你赶紧甲我还有听众朋友讲啦。哎哟，迄就是吼咱头一摆啦，邀请到共一个出名人。哎哟，我知影，你搁要讲漂亮有啥要甲我吐槽？嘿啦，是无毋对啦，你即马变巧啊，但是吼，伊即个来说是用全新无共款的身份，嘛是真正足厉害的。是啦，哦，真正是无简单呢。因为啊，要做节目本地就无简单，特别佫是即种议题较特别的，佫较无简单。到底是啥物款的节目咧？你免先开场晓。好啦，我先来开场，马上就来介绍。好，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大家大开的 Podcast 节目。来听黑白边，黑白边，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了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台语词，也个甲观众朋友下一批用台语念出来。咱来欢迎今仔日出名人。然后都无念伊的名，妹妹到底是啥？我家己 Q 我家己吼，好，无问题。大家好，我是楚婷。咱甲咱进前安尼录的时阵，共款的声呢，两节两节嘛是共款的声。我想讲今仔日的开场啊，想要来唱一条歌。你今日要唱歌？马上就要来唱歌。一个歌唱节目，一段就好15秒。敢是你的版权？是你的版权，你想要唱了嘛？无要紧，无对，要紧。对，但是唱了，今日大家转台，互大家听一丝丝啊就好。请开始。一天一天一粒豆，趣味够逍遥，互你健康毋惊老，真正有够够。阮是你的维他命，甲你讲这食到老。无默契。我袂记词，斗阵欢喜上重要。好命食老婆土豆。真好听呢，好听呢，多谢多谢啊！这你的版权，这你的版权，你等下买单，搁唱一遍。无版权问题，咱会使一直唱啊。系啊，头拄我唱迄条歌，就是我最近的一个新的节目，咱公司台语台一个新的节目，叫做《食老婆土豆》。对，但是你爱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，因为其实咱即马 Podcast 节目的听众啊，我来讲。阮有迄0到17岁咧，我毋知迄0岁是你听什么意思。哦，了解。对，所以有一寡朋友就是毋捌看过咱公司台语台的物件，嘛毋知影讲就是咱原本咧创啥，所以讲阮拢会请来宾就是小可简单介绍家己一个。哦，比如讲你会使讲一下你以前是什么主播啊？无问题，安尼吼，节目啊，大家吼迄个。第爱听哦吼，对，影坐好。我要来讲开始啊，噔安尼吼，就是我叫楚婷吼，我姓寇，许楚婷，寇楚婷。吼啊，其实我较早是新闻的主播，是吼，就是大家看安尼装水水，穿甲整齐整齐，下骹无穿裤，拢乌白穿啦，青菜穿。若是讲风台天吼，下骹就是穿迄个夹脚拖、前拖，因为有当时啊新闻报了。都爱紧走出去啊！然后都位有灾情，阮都爱跑第一线。对，的确是干那上半身应该看的啦。对啦，下骹黑白穿啦，下骹穿。对，嘿，啊，过来就是新闻的主播报了，我就感觉讲，其实应该爱来做节目，做节目，较会用个甲一寡代志，吼，啊，搁一寡嘿，咱社会故事讲了较完整，嘿，对，所以我就开始做节目，对，啊，我的节目吼。头一个节目就是咱咧讲的行脚节目啦，嘿，嘛是伫咧公共电视有一个台湾新动线，是讲华语的吼，啊，就是讲甲咱台湾四界倒位好佚佗、好耍的、趣味的、好食的，吼，也是有名的所在介绍出去，吼，该国际化就对啊，吼，若是互咱的外国的朋友会知影，嘛，互咱住伫咧国外迄个侨胞、侨胞，会用个知影咱的故乡发生着啥物代志安尼，对。啊，过来就是佫有做这个节目，亲像迄个儿少节目啊，青春发言人，我嘛有做过。
嘿，你嘛有做过即项，阮拢毋知，伊即马搁有咧报，对无毋对？迄就是做一寡迄少年人啊，你有啥物烦恼啦，还是有想要啥物知影的代志啦，嘿，就是青春发言人。吼，啊，过来就是我嘛有做过谁来晚餐。哦，对，少人来食暗顿。即两个小编拢甲阮袂歹哦，阮伫咧 IG 拢有互动。对，啊，刷倒来咧哦。中远阁有做一个去插花啊，去救火的，就是有做一个迄叫做赢在地球村吧，迄就是介绍台湾吼，台湾成功的一寡中小企业啦。比如讲你做即个物件哦，足出名的，用个销去甲全世界，啊是台湾之光，台湾之光，阮就去甲报道。吼，啊，过来刷倒来咧，就是大家可能是较会知影的，就是无事坐巴士。哦，对，咱台语来节目。对，台语来节目，对，就是坐巴士啊，吐规台湾安尼啦，啊，就是四界去。坐巴士，噔，对，啊，就是巴士坐，我就感觉讲，因为坐巴士啊，就是坐忝嘛，嘛毋是忝，应该是讲坐巴士，互我有一寡无共款的思考。因为伫咧巴士面顶，咱即马吼，老实讲啦，会坐巴士的人吼。一个是学生啊，对，一个就是时代，对，年岁较济人，长辈啦，啊，所以我就感觉讲，长辈因拢咧创啥？是，我就去观察，发现着长辈伊伫厝诶，差不多3项代志，你知影倒3项无？食饭看电视困，你看起来笑，想讲你看起来少年奶，你过老人的生活，你足养生的哦。对啊，都是因为吼时代伫厝的吼，主要都是拢咧看电视，看电视都是因为休闲吼，他们的休闲活动。我就感觉讲毋对呢，啊，即马吼电视哪会无一个。特别为咱时代设计，所以即摆就是你讲第2条啊，咱第无开始啊，对，就是讲为虾米要来做即个食老葡萄豆，就是讲因为即摆吼，像阮爸爸妈妈伫厝诶看电视，因看的电视我嘛会陪因看，啊，就发觉着即摆电视哦，定定拢是。开讲到一半吼，比如讲黑白边，咱即摆来开讲，讲我最近骹头有无介爽快，是啊，你讲没有开始咧推销产品，这就提出来，我甲你讲，这那哇好拄哇好，这比调，对，啊无就是讲，安尼伤明显。我看你的头鬃奈无甲来学，对，不要紧，我介绍你一项来学模啊，啥物物件，介绍你好药，对，拢是安尼，即个类型的。对，我就感觉袂安尼生诶，因为咱无，因为咱诶时代真正好好对待，真正因会学白白。对，因为因无聊，啊，毋知要创啥，啊，看人安尼讲，啊，伊就讲，你有看电视，我嘛有看电视，啊，无咱两个买来食看觅。对，因真正安尼，因为我嘛是安尼。嘿啊，原来我诶节目是为你设计。对，啊，就是讲吼，我感觉讲，其实安尼节目嘛，毋是讲毋好，因若真正会用诶。知影一寡代志嘛 OK， 但是迄个目的性、迄个目的都无共嘛。对，因想要卖物件，迄个嘛袂使怪因啦，因为毕竟这是因的业绩嘛。对，啊，所以我就想讲好，啊无吼，都是咱台语台来做一个，无要卖物件互时代的节目。哦，原来是安尼，你要伫咧。食到葡萄豆内底买物件，无即个物件，无即个物件，但是阮卖啥？阮卖健康互你。哦，对，头拄讲着维他命观念嘛。对，啊，搁卖欢喜的心情互你。即个欢喜的心情，都是你看咱的节目，你就会得到即个欢喜的心情。哦，啊，但是你进前讲有，就是因为拄则听你讲的节目，才安尼算起来，哪像无即种，就是针对。时代的节目无做过即种经验，对无？对。其实安尼讲起来，确实我是无做过即个时代的节目的经验啦。但是因为伫咧我的生活当中啊，定定拢会接受着时代。对。你讲除了我的爸爸妈妈也好啊，干爹干妈阿伯啊啊，定定拢有咧互动，拢有咧接受。过来就是讲。正经的迄个节目，我主持的节目无事坐巴士，对，世界着阿公阿嬷阿伯阿婶，对啊，啊，定定都安尼就开讲，啊，就知影讲，因的生活吼，因注重的是啥物代志，啊，搁因想要知影是啥物代志，啊，搁因欠缺
欠缺欠缺的物件是啥物，大概都知影哦，原来遮的物件遐的物件拢是因需要的，啊个因想要知影的。那呢我想要问讲，就是因为咱食了无土豆算是就是伫咧摄影平翕的节目，啊你对外景的节目主持人到你来做，因为即个你是接制作人，大家有听到无？即个是接制作人兼主持人哦，对，就是一个赛会，无啦，毋通安尼讲，毋通安尼，那是厉害人才会使做的。大家知影做制作人真正就歹做的，因为就是啥物拢爱食啊。大汉细汉拢爱够熬啊，对，校长兼讲经，嘿，真正就辛苦的啦。咱学白编嘛是就辛苦，平常时嘛毋是干那编这行尔，嘛是啥物拢爱做，对无？啥物拢爱编呐，对啊，目屎你们流出来，目屎都飞美丽啊，噔，对，这是八代哦，对，啊，就是讲到这，就是感觉讲。咱时代吼，真正咱爱对伊较好诶啦，吼，因为时代都是咱社会宝，真的对啊，你看因一世人付出着遮尔济代志啊，遮尔济贡献啊，但是到老来煞无一个好看诶节目互因看，我就感觉讲安尼毋通，安尼毋通。所以就是进前若是敢若做，就是主持人爱想诶，就免。都无输，都我要讲啥？都免。还是阮较尽了有迄脑部诶现象。不要紧，爱想诶较济啦，爱想诶较济啊，就是做一个制作人，甲敢若做一个主持人，两项对你来讲上大诶无共是啥？做制作人吼，真正都是头拄仔黑白边讲诶，顾前顾后啦，吼，大项细项代志拢爱顾掉安尼。嘿啊。我感觉主持人也好，制作人也好，若是讲吼，会用为即个节目吼做上好的把关，吼，准则甲把关伫台语叫把关，真诶假？安尼我无爱把关，我要爱乐观。我之前听到就是讲，把关，听起来足特别的，对。啊，所以我就感觉讲，其实对我来讲啦，毋是讲去在意讲即个。名是啥？吼，无论是制作人还是主持人，其实对我来讲拢共款的，因为都是甲代志做好，拢是较重要啦。嘿，这个节目就是阮囝啊，对无？对，应安尼讲，就是咱家己大囝啊，应安尼讲，你生囝，我嘛生囝，对啊，啥物啦？所以应该就是讲吼，我感觉甲代志做好较重要。嘿，啊，你讲忝，差不多平忝啦，差不多平忝，差不多无搁较忝。制作人是搁较忝淡薄啊，但是即个制作人甲主持人之间的差别，就是讲制作人你会用甲即个节目吼，要安怎捏圆的啊，捏扁的，捏做你想要的方向。对，你用更有更大的空间哦。产物安尼。对。啊，但是若是敢若做一个主持人，你得爱照别人互你的型，安尼去做，对无？卡本安尼大概看嘿，因为讲其实伫台语台主持节目啊是真好啦，因为空间是介大啊，但是。毕竟就是主持，敢若一个环节尔，都是讲人，互你安尼空间，你安怎伫安尼空间内底去发挥，嘿，这都是无共的所在。哦，啊，你即摆则无演讲，我都搁去坐巴士。坐巴士的部分啊，其实我嘛是足想要搁去坐巴士的，因为我家己一个人都是我应该安尼讲，我的个性都是一个尻川坐袂掉的啦。我听做我的个性就是一个尻川。你给我惊到，你讲较紧的，歹势我最近会讲较济啦，脑后 K， 你的个性就是一个骹腿，你是骹头，我是骹长去。这个时阵咱都爱来食葡萄糖啊，没有啦，对，咱就去比。啊，就是讲吼，因为我就是坐袂掉啦，我的个性，所以讲吼。其实魔术这巴士我嘛介想要搁出去的，啊，若是有机会，我嘛有甲迄魔术这巴士的头家讲啊，是，伊阮的制作人讲好啦，若是有机会，你搁互我出去一两逝安尼啦，嘿啊，所以讲魔术这巴士迄边嘛，毋是讲完全拢放掉去啊，嘛若是有机会，嘛是会搁出去。有人芳有空间，嘛是想要绝对要冲出去。嘿啊，啊，但是爱嘛爱看人迄边敢有空互我去搭，嘿啊，
好，安尼来问一下土豆这个节目。好啊，黑霸属已经是前任啦，伫土豆内底啊，前任啦，前任啦。我是咧问土豆的浪旁干这坐巴树啊，伊会使摸土豆去坐巴树啊，你那好笑，真好。对啊，你就挂土豆的喙啊，个摸的土豆的迄金头，袂歹，对啊，坐起来就你要剥土豆无？对吧？哎呦，袂歹，拢是台语台的好节目，你就会当安尼行销啊。另外喙内个唱心所爱的歌，对，个免加钱，个会当去海边啊，对啊，尾啊，个去收成的迄一工，对，采收，哇，安尼节目拢甲串起来，规个拢安尼考起来，好啦，就是要问讲每一集拢有伊的主题，对，那呢，这主题是安怎决定的？敢是制作人家己决定的？迄当阵吼，即个节目有一个较特别的所在，都是。阮吼台语台有甲即个台师大台湾书台台书台的台文系合作，对，阮有做一个产学合作，三拍合作，对。迄当阵安尼合作吼，主要就是讲，因为吼，咱要甲时代要来讨论遮个主题的时阵啊，有当时华语甲台语要安怎转，吼，即个文化吼的物件要安怎转，吼，即所以都爱。借重咱的台文系同学个老师因的专长来甲咱斗相共，所以其实即个节目是有一个产学合作的一个关系伫诶。嘿，迄当阵伫咧初嘿，阮拢总有36集，食到葡萄豆有36集。这36集的主题。初是我先想的，对，我一个人吼，嘿，都伫咧月黑风高的暗时。你敢有你想主题？你敢有问你身躯边的人？譬如讲问恁爸爸妈妈讲，这你有兴趣无？你有想要知影啥物无？还是你有想要买啥无？我家己迄个换怪，伊想要买物件，你甲换怪啊？无对，你安尼讲嘛是一个方向。因为你看，我想讲，我脚头有无好，我要去买脚头的物件。所以阮有一集就是咧讲咱的骨质啊，骨质安怎才袂流失？而且即个主题我发现到啊，就是这36题啊，36集。其实若是时代的想要知影，我相信为的较少年的朋友，伊嘛想要知影为虾米咧？因为阮有一寡主题，比如讲，阮要来讲法律的代志，吼，个嘛会讲诈骗，诈骗的代志，嘿，另外嘛是有咧讲 fashion。流行的代志，对，流行的代志，所以其实听起来话题足快呢。袂了，还有多元性别，多元的性别，系啊，因为即马咱咧讲，其实有呢，真的有。对啊，咱咧讲，即马少年人有咧讨论的啦。对，就是讲敢若分查甫的，咱讲有啥物性别光谱，对，是啥物吼？另外都是个有讲一个足 sexy 的话题啦，就是讲老人的性生活。哎哟，这种话题当提出来讲，当然爱讲，因为这是生活介重要一个部分。真的，你看，咱少年人都有迄个性教育啊，唔免讲少年，咱细汉囡仔都有性教育啊。时代的性生活为虾米袂用去讨论？这最重要。我就头家咧想讲，老大人想要创啥，无遐多阵就爱食这。你莫伫咧谈去买物件呀？偏偏都是无咧买。我讲笑，我讲，但是特别讨论到这个主题，就是要卖你，互你变叫的药啊。但是咱无，咱要创啥？听种朋友看阮的节目就知，互你健康的观念，吼，互你安怎要甲另外一半，吼，你甲你的牵呢，甲你的牵手安怎相处？有当时翁仔某会真正较有会的时阵，无一定要有那个实质的性，但是亲密的关系嘛是爱有，对，两个人的关系嘛是爱安尼摸咧才有温度，真正诶，都是爱安尼，嘿啊，无爱冷冰冰，嘿，毋知咧摸啥？白白我等下甲你摸咧，咱即马互相摸诶，我已经先困到底啊！哦，安尼就对啦，人甲人之间嘛是爱有连接啦，先困到底啊！对，好啦，嘿啊，所以讲这36题吼，都那亲像头拄仔白白恁讲诶啦，就是有去甲一寡时代讨论，会去问因讲，恁想要知影啥？也是啥物代志是恁较有兴趣的，想要知影的，另外就是我有当时有想到啥物题目的时阵，我有机会我都会去问一寡时代，毋若是问我的爸爸妈妈，我若是拄着啥物时代，我都会甲讲，你若是阮即马要讨论即个话题，你有兴趣无？好啊，迄啥，因都会
回馈讲因的 feedback 对无？嘿，就会甲我讲啊，无你会用安怎安怎，我都有方向。哦，所以迄当阵这36集的主题啊，一开始我家己想的，然后甲一寡时代开讲，甲爸爸妈妈开讲，过来就过来连续，就是甲迄个大师大的同学老师产学合作，阮开会时阵开讲，会去讨论。去当阵阮甲台师大开会哦，一个月开1届2届安尼。前后嘛开差不多要10届哦，安尼10个月就过啊，1年就过安尼。对，所以这个节目安尼丢逼到开始翕到节目安尼，总共开偌久的时间？用要2档呢，因为中有疫情的关系啦。本地是一工就要甲牵照起来，叫做拄着疫情。夏秋冬，一工过一工，对啊，嘿啊，所以就是安尼，所以差不多。用要2档的时间，即个节目才生出来啊！你看，我就甲你讲，今日吹来就对啊，无咱拢听众朋友初听着讲食了葡萄豆，都毋知你讲啥。啊，你看咱邀请来了，再发现讲节目足多元的，就内底主题听起足精彩。系啊，而且你若想要热爱，想要追求爱情，要安怎热？阮嘛有教，教人拍铁啦，哎哟，袂歹哦，对啊。我要问讲，就是像咱节目啊，因为你讲你是一个坐袂调的人，所以你节目第2部分看起来，后面跳地呢。袂要紧，咱安怎讲？我先问后一条嘿，就是咱第3部分啊，有邀请一寡教练来教一寡简单的运动，健康的运动，我想讲够健康的运动，就是敢是因为你坐袂调，所以你才甲这个物件藏入去。有一部分是安尼的原因吗？还有一部分就是讲吼，迄时段平常时看节目啊、看电视啊，较看嘛，拢看迄一寡咱咧讲比较前辈的，较前辈的人，较前辈人咧教，感觉迄无趣味，无趣味，所以我都请小鲜肉。对啊，我就是要问讲，迄教练是去倒找的，因拢遐少年呢。我安怎找教练？我就想讲，我今仔日若要找男朋友，我要找倒一型的，我就找迄型的啦。自肥啦，这个是自肥啊，对对。啊，另外就是讲想讲，若是查甫要找女朋友，要找倒一型的，我嘛找迄型的，所以阮的教练。查甫的缘投，查某水身材够好，美丽啊！但是我想要问讲，因遐少年啊，因的台语拢袂歹呢，是原本就遐尼好，还是讲恁这无特别甲训练？阮无甲训练，但是阮有甲伊好好啊讨论。对，原本应该是讲，阮迄当阵咧找教练要合作的时阵，阮就甲讲基本的台语的能力都爱会晓的。所以应该是讲基本的讲话啦，台语的讲话，因拢 OK。啊，另外就是讲针对一寡专有名词，较专有的 pose 啊，是啥物？比如讲，你咧讲骹尖。骹尖是对，脚尖啊，逆骹尾啊，骹尾佫是倒一个部分，脚跟对，所以讲这东西足特别，一寡咩咩角角啦，拢啊，佫有一寡名脊椎要安怎讲？尾椎、两骨哦，我咧想迄这咧，嘿，啊，骨盆、骨盘，所以骹床配啥，都是这咱咧运动的时阵，因为教练甲咱讲，咱即个。咱即个运动是要对倒一个部分有好处，啊，都爱讲嘛。你的骹头有啊，你会安怎爱洗啊啥？对，都是遮个部分。安尼听起来就是听即个节目会当运动，会当顾健康，佫会当学人体部位的台语哦。一兼3个哦，会安尼讲哦。蒙牙洗裤，佫会当顾目睭哦。真正诶，顾目睭，顾目睭好啊。老实讲，我感觉吼，食葡萄豆即个节目吼。真正无简单啦！为虾米我家己安尼讲？我敢安尼讲的原因，就是讲吼，你看阮的节目吼，30分钟，3个部分，3个单元，你袂无的啊？对，我承认啊，我当初是听到即个节目的名，因为我啥物拢毋知。我当初听到讲食了葡萄豆是针对就是时大人伫做一个节目，我想讲嗨啊。就佮甲迄一般诶共款无聊，就是两个人坐伫遐讲啊，等就是介绍你好药，介绍会看咧做工课，你知无？对，就开始卖起来，啊是开始讲一寡迄，请一寡专家来讲一寡最无聊诶物件。就是一个足好困诶节目对吧？看了会爱困对吧？结果看发现讲夭寿呢，变叫呢，无法度困。对啊，甲你讲，生龙活虎安尼坐，佮叫我起来运动，真诶袂歹哦。对啊，所以讲即个节目都是我袂记甲大家介
介绍啦吼，歹势就是即个节目有3个部分，第对一个部分就是伫咧摄影亭吼，咱来开讲，针对主题，请一寡专家学者来开讲。第二个部分呢，就是阮咧讲的 VCR 啦，就是一支影片，啊，即个影片嘛无介长哦，差不多8分钟尔，8分钟讲一个故事。吼，比如讲，阮有介绍一个70外岁跳舞的阿嬷，我跳甲乒乓球哦，吼，啊嘛有一个76岁参加三铁的阿公，嘿啊，游泳。啊，搁招标吼，跑步啊，搁来骑铁马安尼吼，哦，够厉害吼，肌肉男呢，70外岁哦，因豆甲哇，真正啊嘛有讲，啊嘛有介绍讲，70外岁来做玩具医生，7头米仔医生诶，修理玩具嘛有吼，足济故事，阮拢会介绍吼出来。啊，第3个部分都是互大家足欢喜诶运动单元安尼，嘿，大概都是阮诶节目30分钟，都是安尼3个部分甲做起来安尼。好，安尼头拄有讲到，请教练来运动，运动的过程敢先练习，还是讲有拄着啥物困难无？譬如讲，就是骑起来骹揪筋啊，是讲像我安尼无够软安尼，做袂着安尼。喂，其实头拄啊吼，黑白边讲着揪筋即件代志，对，真正有。真正叫人讲着，窜着啦！你是毋是有偷来探班？我毋知。嘿，我伫遐翕迄你迄我迄裤底泡一工叫。若是有机会吼，会用邀请着另外一位主持人来，吼，就是大练，阮咧甲你叫大练呼叫大练嘿，因为吼，阮即个节目就是我厝婷甲大练轮流主持的，嘿啊，每一届吼录这运动单元哦，吼。我甲大练真正拢稀咧，嘿啊，拢变野人啦，野人稀咧有无？因为为虾米呢？因为歹势啦，即个单元吼，我制作人嘛，我讲的就准算，我就希望伊是一镜到底。One take， 就是从开始录到结束，say goodbye安尼，我希望就是一届，所以阮就是爱练习，我有白边的人爱练习，我咧刚才我是坐伫遮就好啦，所以莫搞招哦，莫搞招哦。咧录正经，阮差不多跳3届，上少有够忝的呢，上少啊，过来就开始正式要录，对，录通常一届拢袂 OK， 夭寿哦，所以差不多跳2届，你上侪跳几届？我上济有练习到开始到结束，差不多7届8届。哦，啊！你迄工真是敢有做好困？我迄工吼，真正毋知安怎行转去厝，哪卡嘿，啊卡一直带安尼，够咸的啦。嘿，真正足辛苦，而且因为我甲大练私底下有咧开讲啦，讲迄工你转去骹有咧带安怎？伊讲会呢，啊，阮就讲奇怪，啊，为虾米教练拢袂安怎？啊，无伊变来做教练，这是一个部分。第2个部分，阮发觉到一个上重要，就是因为阮是主持人嘛，阮为着要互观众朋友看到迄个动作是较明显的，所以阮的动作会特别搁较大。出较济力安尼，会出较济啦。比如讲，我即马要互大家看到我的二头肌有咧出啊，我就是你的手高头，你的一出大力，安尼阮就会特别出。安尼练功就叫迄去翕个，叫了阿叔去翕个教练啦。对啊，所以讲为虾米即个运动的单元，我甲大练跳起来特别吃力，都是因为阮拢会特别用力。但是我感觉就是你讲吃力的即个部分，感觉就是迄叫啥真实啊。观众朋友看了，较真啊，就袂讲。你叫一个教练，你教练跳起来嘛做轻松，叫我跳起来要死要活啊！但是恁伫遐跳，看恁伫遐呢，阮就知影讲真正跳起来是有迄个效果。所以听不是听众朋友，观众朋友啊，你听到这段吼，阮即马逐礼拜拜1到拜3，阮透早拢有直播哦，伫咧面前都会当看。你上班上想无聊，就跳起来对阮起来跳咧。规个办公室拢起来跳。对啊，伫咧遮要分享一个。介趣味的，都是阮有一集吼，都是请迄个三体的阿公来阮摄影棚，吼来教阮做阵运动。啊，迄集都是我们要练核心。对，老实讲啦，迄个76岁三体阿公练核心，这根本都是伊斗阵年工嘛，轻轻松松，伊每一工拢咧练的。啊，所以迄工吼，阮要录的时阵，阮都咧练习吧，吼先练。咧练习的时阵，迄工主持人是我，咧练习的时阵，我都。骹手尾已经开始传呢哦，啊！迄阿公吼，甲我问讲，
你还好吗？你有要紧无？你有要紧无？你还好吗？因为阿公是客家人，伊讲华语，但是台语嘛袂歹啦，啊就讲你 OK 吗？你 OK 吗？我袂要紧哦，你莫烦恼我哦，你烦恼你家己。见到朱麒麟去互来宾甲，即摆人网络迄句话讲的是真诶啊，叫你阿嬷来啊，叫你阿公来，真诶，我阿公来甲你电下来啊，讲。结果正式录的时阵，我真正甲惊起来哦，一个侧棒式，我甲惊起来，侧棒式，骹搁爱夹起来，夹好骹呢。我甲你讲，迄阿公哦，轻轻松松，啊，但是我一直带嘛，带到尾啊，我讲好，我会用诶，无问题。录了，阿公走过来。你还好吗？你还好？第一回讲来宾来关心朱麒麟，安尼嘛是袂歹，叫你讲来，我真正叫唔敢。那呢，你拄则讲着，朱麒麟拄则讲着，讲你甲大练本来就会伫讨论一寡运动诶代志。啊，请问讲恁两个原本敢着熟悉？是，我甲大练熟悉吼，差不多是2档前，都是咱台语台。倒坐的时阵，迄当阵咱台语台有一回去台南主持，系啊，奇美博物馆，阮去办一个倒坐的迄个音乐会，迄当阵我甲大练就是搭档，搭档主持，对，阮合作啊，迄当阵就感觉讲，哎哟，大练这个人介趣味，而且毋若是趣味尔，伊个认真。个拍拼，对，很有内涵哦，就有才情的啦，才情啊，就有才情，唱北来呀，对啊，所以我就感觉讲，有机会，我感觉吼，会用个甲伊合作，迄件代志我就藏伫心肝底。所以你拄则讲，咱步头刀差不多用2年的时间，啊，你2年前拄好就甲伊熟悉，这是一个sign，真的，毋是sign，是 sign，恩的应该做清楚的 sign， 叫你听出来。啊，想讲就是找伊轮流主持的原因是啥物？是因为你感觉你家己伤忝？轮流是无？对啊，因为阮钱无遐济。贵老师啦，这个在播，这个在播，无紧人主管无听，这做人家己分主持啊。大练歹势哦，马赛过大练歹势，你后盖来阵我会甲你问。哦，好啦，无啦。我讲实在的啦，其实毋是钱的问题啦，是迄当阵就想讲吼，无共款的主持人吼，无共款的效果，啊个无共款的迄个观点会不一样嘛，无共款。因为吼，你看大练是查甫的，我是查某的，嘿啊，所以两个人查甫的主持人，查某的主持人看的角度会无共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就是讲。大练伊有大练伊家己的生活经验，对，我有我家己的生活经验，咱会用甲无共款的生活经验甲带入来这节目内底，安尼就是多元搁多元，对，多元搁多元。嘿，本底是想讲要2个人做伙，但是咱的节目是30分钟尔，安尼钱30分钟，毋是我甲大练练笑话，啊，毋是我甲大练讲的，可能来宾都无，30分钟拢无啊，这来宾可能拢无，可能就40分钟啊啦，对，拢无开喙的，变1点钟安尼，是，所以讲啊，无安尼啦，甲恁两个分开啦，轮流啦，嘿。我你刚才我即个是单独邀请恁来，无甲恁两个做伙，若无我惊阮就变做恁的来宾啊，应该是讲变做因主持，对，恁就去边仔食串冰就好啊，我甲大练2个人讲就好啊，啊钱嘛该互恁安尼，啊不要紧啦，凊彩啦，交朋友啦，嘿，对，好安尼讲遮济啊，咱上重要工商服务时间，大家甲伊讲一下，好来，即马就为8月8號開始啊，8月已經開始啊，拜1到拜3，早時10點半，吼，公司台語台，14台，對，就是阮的上好看，互時段看的節目叫做《食到報土豆》，嘿，毋若時段愛看，其實咱一般的人嘛愛看，而且看了，我相信絕對會調的。毋若伫咧電視14頻道會當看到 FB。YT 拢有直播，無啦 FB 的直播敢若，你講着哦，面冊直播，敢若迄小鮮肉爾。FB 阮就是阮白邊就是敢若想要報迄運動的，就是去拍。大家安尼目睭安尼緊起來，安尼起來。你不來講一下你直播時間哦？就是第3單元啦，我嘛是愛掠時間啦，因為時間無一定啊，差不多無一定啦，差不多5-6分鐘安尼啦，是10點45分，10點差不多48分左右。
50分，50分，你著听众朋友，恁就是差不多10:40几分，就当甲迄阮的面册开开，对，了一个直播通知，就甲点落去，对啦，卡层准备要起起来啊，做回来，搞惊着，我想讲点落去就有卡层头。这个会使播哈，咱今仔日讲的，天天拢袂当播。会使啦，无袂使啦，咱台语台无得惊的啦，对无？而且咱讲的拢是正确的观念啊，健康的观念啊。确实啦，你连呢，得当有遐尼好看的卡层啊，对无？对，是卡层，对啊。爱有健康的卡层，才有健康的身体。这是确实的哦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卡层是咱连接上半身跟下半身的连接处。你若定定坐啦，还是定定起来，迄种唔好，所以爱一寡运动啊，无都是核心爱甲连起来，这是拢有关联的。哦，厉害呢！我凊彩讲啥，伊拢会当是去家洗的，真正真莫怪人是主持人甲制作人，然后我坐伫遮咧创啥？嘿，谢谢哦，大家再会哦，我要黑白变啊！安尼我知影连刚大练来时阵，阮会搁传一寡解问啦。好啊，好啊，咱先搁保留一点嘛，其他搁来解问，无问题。今日节目嘛，差不多安尼啊。爱记得拜一甲拜三，公司台记台14台早起10:30，食到葡萄豆。嘿，好，为人收尾啊，无咧，时间差不多啊。你想要创？你搁想要甲伊开讲？你甲伊开讲，阮咱等下约去边啊，咱来讲一寡迄，袂使播出来。教练是吧？好，无问题啊。教练的联络方式，教练定位安尼哈。咱会一集来开讲教练，啊是要邀请教练来吗？邀请伊来啊，我搁要讲甲会使无？好笑诶！好啦，那呢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后礼拜请继续收听。出名人请酒问，来请问，多谢大家努力，耶！对啊，咱有迄导览先生放一杯酒哦，我知，顶个有迄酒，一定爱啊，迄耗子哥啊，咱啉啉的到时就笑起啊，对啊，起笑。无啊，咱都是哪讲哪报土豆啊，背卡有无土豆？哎，听种朋友起笑，讲迄杂音伤济。后礼拜请继续收听，出名人请酒问，来酒问，来请问，来请问，个一个哦嘿。